大家好，我係林文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胡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陳思榮。今日我同兩位同學一齊為大家介紹香港黃克經學校。呢間學校前身係黃克經工業學院，1977年正式創辦，由香港知名工業家黃克經博士捐資興建，選址長沙灣，地理位置非常便利，鄰近港鐵站，交通四通八達。本校係香港職業訓練局，係重點院校之一，多年來專注職業專才教育，秉持興趣啟動，成就未來嘅辦學理念，全心培育實用型、技術型人才，喺香港職業教育界別極具代表性，先後培養出無數優秀畢業生。黃克經學校最大嘅特色就係課程實用，設施完備，真正做到理論結合實務。學校開設工商管理、電子計算及資訊管理、電機工程、酒店服務及旅遊四大核心學系。課程涵蓋文憑、高級文憑多個學歷層次，全部都係貼合香港市場需求嘅熱門專業，包括電商、航空、酒店服務、工程技術等，就業出路十分廣闊。學校嘅實習設備完全跟足行業標準，設有模擬酒店客房、專業實習廚房、航空訓練中心、現代化實驗室等等。同學喺校內就能體驗真實職場環境，動手實操，畢業之後投身工作都可以快速適應。除此之外，校園仲有禮堂、運動場地、學習資源中心，兼顧學習與課餘生活，助力大家全面發展。講到黃克經學校嘅辦學成果，絕對值得大家肯定。學校長期同各行各業緊密合作，為同學安排豐富嘅實習機會，讓大家提早累積職場經驗，因此歷屆畢業生就業率極高，深受業界信賴。除咗投身職場，同學亦都可以選擇升讀學士課程，或者到海外繼續進修，發展路向非常多元。本教學生成績突出，經常喺全港以至大灣區各項技能比賽奪獎，充分展現紮實嘅專業能力。由1977年至今，黃克經學校始終堅持辦學初心，用心培育人才，為香港社會發展輸送大量專業人力。呢度不單只係學習專業技能嘅地方，呢個圖書館更是大家追尋夢想的地方，邁向未來嘅優秀平台。同埋我哋學校有好多全面嘅設施，例如呢個電梯可以幫助有需要嘅人士。除了設施方面，學校都好注重我哋嘅學習環境，入面有安靜嘅自修室，俾我哋放學留堂溫書、趕 project、做作業，亦都有專業圖書館同電腦閱覽區，有大量功課，設計相關參考書，方便我哋查閱資料、準備功課。另外仲有唔同類型嘅社團活動室，俾同學搞活動、練興趣、拓展社交。學校仲有好多這種儲物櫃，用於給學生放學習的物品，很方便。每個櫃子都有鎖，可以保護學生的隱私。整體嚟講，呢度嘅讀書氛圍好踏實、好務實，氣氛安靜唔浮誇，好適合一心一意想學技術、認真讀書、打算未來穩定升學或者就業嘅同學。而且黃克經有一個好大優勢，就係我哋嘅學生卡全港 VTC 通用，無論你想去邊一間 IE 分校，都可以自由出入、借書、用電腦設備、參與跨校講座同活動，資源覆蓋面超級大，絕對唔會淨係局限喺本校。同埋學校咖啡廳課後休息超方便，裡面可以約下午茶，價錢也很適合學生，仲有位置坐住，而且可以用八達通等方式支付。食完下午茶可以嚟學校健身房健身， VTC 校內專屬健身室，為師生打造平價專業運動空間，場內齊備有氧同力量器材、跑步機、橢圓機、卧推架、綜合訓練機一應俱全。在讀學生憑學生證免費使用，課餘放鬆、操練體能、備戰體育科都適合，就近練身唔使出街揾 gym。今次 PTC 校園設施介紹就去到尾聲啦，由專業課室、實習場地到我哋剛介紹嘅校內健身房，各式康樂同學習配套一應俱全，唔單止可以專心學技術，課餘亦都有地方放鬆鍛煉身體。無論你係準備升學嘅同學，定係想進修增值嘅朋友， VTC 都提供多元化課程同舒適校園環境，幫大家裝備專業技能，規劃未來出路。想知道更多課程詳情、校園資訊，可以瀏覽 VTC 官方網站同社交平台。多謝大家收看今次影片，期待未來喺 VTC 與各位相遇，我哋下次再見。